对于台湾来讲，其实没有个表，几乎就是没有92。是上礼拜五这个改革委员会其实有4大主题cross-strait issues is one of them。其他的像青年、财政、财务组织然后两岸，我们有4个 subject 是我们这一次改革委员会focus on 的4 subject 那这里面当然有提到92 consensus 那外界当然都是在关心说92 consensus 很多人用简化的方式要不要去留来讨论这个事情。其实第一个，他们基本上正面肯定92共识的角色跟贡献尤其在过去马英九总统执政那8年期间92共识实际上是不只是论述，它也实践的确两岸也因为92共识产生了很多的交流，甚至启动了政府对政府的这种协商甚至签署了两岸的协议这是第一点，在这个小组所提出来的建议里面，对于92共识的一个讨论。第二个他们也认知到92共识这一个论述或者概念，在过去这段时间被民进党某种程度的污名化或者是扭曲北京方面在92共识的解释，某种程度上是偏离了原本的这个92共识的主要的一个定义跟内涵甚至过度的扩张解释，所以也造成了台湾民众对92共识的误解第三个，他们在讨论92共识上面，在这个小组的建议里面，他们也再度强调，就是说，实际上把92共识拉回到原本的这个理念跟意涵，那个就是92共识它背后支撑的最重要的，尤其对台湾来讲是中华民国的宪法所以我们才会讲说当你不正视中华民国的时候，其实92共识基本上就很难存在嘛那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讲说92共识一中各表进一步来讲的话，就是尤其在过去这段时间92共识被扭曲被污名的情况底下，我们必须讲尤其对岸在各表这一部分它几乎是不强调，而比较强调在一中。对于台湾来讲，其实没有各表，几乎就是没有92。所以到底未来92共识的最重要的内涵叫做求同存异，各自争议嘛。这样子的一个原则跟精神如何延续？我觉得这是接下来国民党我们在讨论两岸论述或两岸政策上面，我们要去思考的。今天我们要去正式面对92共识被污名化的一个事实。那所以你必须让92共识回归到它原本的原意。那这个部分是一方面。国民党这方面，我们可以来加强论述、加强说明。可是我们也必须让对岸知道，我们所认知的92共识的内涵跟定义是什么。那过去这段时间，对岸在一中各表上面，处于一种消极或者是不愿意强调的这种状况底下，我们也必须讲，如果没有办法去强调各表的话，那当然这个就不是92原本完整的一个意涵。